黃大哥啊，你喺邊度翻嚟㗎？美國三藩市，你本身係邊度人啊？廣州，喺三藩市講粵語人多唔多㗎？好多好多，大概係有幾多個比例？應該講係華人之中佔90%。哇！咁喺三藩市係咪開口講粵語同華人傾偈都冇問題㗎？唔使識英文都得，唔使識英文揾到食。咁喺街市買餸啊，或者全部英文，全部廣東話，全部廣東話。全部廣東話。哇！咁啊點解會有咁多廣東人喺嗰度嘅？源遠流長嘅廣東文化，100年前台山人就已經開始去啦嘛。係。咁啊一路流到而家，咁啊廣東人一路咁繁衍，咁咪越嚟越多咯。即係華人通過乜嘢方法可以將我哋本土嘅文化、廣東文化喺三藩市嗰度傳落去咧？都係咁教育大家下一代，個個都教育啲細路仔都仲係記住講廣東話嘅。過年過節有冇乜嘢儀式啊，或者乜嘢活動啊？有同一模一樣，同廣州舞龍舞獅、炸油角、食煎堆都有啊一模一樣，一模一樣，只有過而不及。省流部，你嘅名氣好大。係不敢。多謝。姐姐你喺邊度啊？我係一樣同阿志偉副主席係舊金山灣區商務總會嘅港府人。係。你喺美國幾多年啦？大約係17、8年。